半年時間由 A 級到 B 級，連續咗3年，竟然升到 D 級，勁誇張！一個決定解決咗我生完小朋友嘅身材焦慮。記得啱啱生完小朋友嗰陣時，對自己嘅身材真係超級冇自信。2個小朋友都係食人奶，個胸好似流咗氣咁，唔單止細，仲要走樣。沖涼嗰陣時呢，都唔夠膽望鏡入邊個自己，一直都以為所有女人餵完人奶都係咁嘅樣。唉，係唔係翻唔到去以前呢？直到有一日，我開始試着矯形內衣，聽咗嗰陣時嘅朋友分享，大部分女人原來都係着錯杯，長期壓住錯位，胸部嘅脂肪咪外流向下散咯。半信半疑試咗半年，第1個月我只係覺得舒服，第3個月就開始有翻個弧度，第6個月我已經升到 B 級，大細胸都改善咗，我真係唔敢相信啊！嗰一刻我望住塊鏡，開始有翻少少線條，我真係好興奮，決定堅持一直着住佢。原來揀啱胸圍，唔使隆胸，唔使打針，3年時間真係可以連升3個級。正正因為今次咁誇張嘅經歷，所以我決定瞓身自己喺呢個品牌。由當初做家庭主婦嘅產後媽媽，到而家喺商場有自己地鋪嘅美胸師，我要令所有女仔媽媽都可以重拾自己身材嘅自信。好想話俾每一個人知，只要着啱胸圍，升3個級不是夢。如果而家嘅你因為胸部而有身材焦慮，DM 我，等我話你知我嘅升級大法。